今日帶媽咪嚟睇牙，朋友介紹呢間維港口腔喺黃貝嶺地鐵站附近。到咗8樓啦，面積都幾大嘅。呢度嘅工作人員好有禮貌，正幫媽咪量血壓，詳細查問過往病歷。醫生幫媽咪檢查牙齒，估住係要做杜牙根，牙痛咗好耐啦。醫生同我哋講解 CT， 蛀牙蛀到牙神經呢，要做杜牙根，同我哋介紹咗幾種杜牙根加牙套嘅套餐價。醫生同媽咪介紹烤瓷牙同全瓷牙嘅分別，治療前要簽知情同意書。正式開始治療，今日先放有殺神經，大概半個鐘。治療好之後，醫生會詳細講解注意事項，仲送我哋到電梯口，幫我哋撳 lift， 服務5星好評。